啦啦啦啦！做乜嘅好？我呀下猪頭啊，等下然下愛來，我呀做得安靜呢個唱歌誒，識查可能係做得跳一下舞，做乜嘅我安輕鬆咯？因為好等下來嘅係雜味歌，聽講想講送bài雜味歌來，我做乜嘅安緊張，然後做乜嘅安輕鬆咯？因為呀送bài嘅本我一早演劇咧，我呀下就冇乜嘅壓力啊，心情就當輕鬆。等下學佢來家下，我將假裝有一些些咧，按樣緊張，有啲嘅準備比賽嘅感覺就好誒。哎呦，來了，講言多嗬，我已開門。哎呀，來，越嚟容易啊，窒咗一下哦。做鞋。我本身咧係髮色要變。冇呢，講乜嘅東西咧，亂講翻咧。之前啊，哎呀，春風嘛，為什麼我變員外啊？走開點。走啊！春風滿面哦。冇啊，我係喺度認真啲嘅準備料理比賽啊。我想講，我要聽到唱歌嘅，你今日看要當輕鬆啦，嗬嗱。用雙咪差唔多。我冇啊。冇啊，哦。快啲，我當輕鬆喺做緊事戲哦。啊，你嘅咪咪。講乜㗎啦？激激啦！好，來，濃嘅色彩欣賞來，色水，呀拜啊！這種色天你喊你呢？我冇啊，我就想問等下要準備做乜嘅料理啊？啲嘅相啊！你茶款要當輕鬆，要呵，當輕鬆，要輕鬆。你沒上班係本演劇呢，你出堂費。哦，冇啦，我也係看起來當輕鬆，唔過好做料理要有輕鬆嘅心情，這樣做會出好食嘅料理。唔過我係喺度認真啲嘅準備比賽啊。哎呦，當唔講啊！雙倍講啦，嗬，係100分的話拿50分的哦。還有20萬，雖然10萬沒拿到，你下存呢，欣賞啲料理要考你下。好，20萬拿到，100分沒有拿到。冇唔錯。做得冇？故說為到呀料理比賽，為到20萬，為到100分，然之後來做料理。等下，特別都有誒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嚟咯！咁下來看下準備按動物嘅材料哦。看到人見每一動要家私啊！講嘢應該來嘅。唉，冇唔錯，雜味哥同阿權妹。我係講你當輕鬆咧，你係小陳美鳳。竟然係大真過程。好啦，重點來咧，帶來啲東西當重要咯。冇唔錯，我看過一遍咧。哎呦，講一下。看過一遍，經過我詳細嘅觀察以後，你看有豆腐，又有狗肉。古說啊，聽說愛老爺狗肉寫到嘅豆腐地度，做呀馬來西亞一定出名嘅客家料理，就按到釀豆腐。乜嘅東西啊？竟然觸動係心肝都想嘅東西，當然最重要係乜嘢點啊？鹹菜乾。嘿，鹹菜乾呀，客家嘅元素，台灣嘅客家元素攞到呀馬來西亞嘅客家元素，用下來做一片料理。其實客家入面當為做豆腐佬食豆腐啦，你用呢一種傳統嘅菜冇變太多。有這個食物嘅龍頭陣拿來做菜。好咧，冇個人當先做。好，呀，其實我已經要處理一般嘅，我已經要煎好、洗槍、然後鹽、然後啥嘢全部都洗過嘅，然後我嚟給切幼幼。呢啲係豆腐係你講嘅板豆腐。嘿，板豆腐。你有冇本咩有正嘅板豆腐？我哋切下。好。切絲的。雙板係來啊。你真件要學到東西冇？講真件咧哦。真件啊，因為我可能想象到一種食材嘅搭配，你會到呀我做嘅食材地度啊來做延伸。其實我做呀當初因為做料理用嘅做就做得，唔過也有想法冇，有創意冇，也就係一件當初有嘅事情。係啊，我特別講要當到嘅菜啊，其中蠻好食，因為傳統好食。唔過啲傳統地方都有啲偏快時間，就出講你菜要
新的生命啦。嘿，有新生命，人家豆腐做得哪本啊？好，人家豆腐冰落落。哦，冇打送哈。嘿，豆腐做得冰落落。我要安尼控做得冇？做得哈。给你一片老豆腐跌落來，我一片老給調味哈。好哦。我會搞到誒。乜嘅？豆油。爽得食哈。嘿，豆油，韓國因為要搞牛油上時會有一些些的糯米，也會加一些的米酒。好，加啲米酒，去糯米。嘿，韓國一啲的糖，誒，是到客家料理有一啲的糖，就做在老給米頭拿出來，提出來。好。好。你近比食的係差唔多4滴豆腐的量啦，哈。4滴豆腐的量。我同大家講，有時候做出來哈，就像創作同樣，不管你係乜類型的創作，譬如說文學創作啦、音樂創作啦，我們其實做菜沒係創作，冇被聽成，好，你就加個狗肉啊，做的料，變下去以後就會變安樣去，好，變到安樣去，記得咯哈，總下。這個董卿也高薪啦，哈。嘿，我比較那個自然。是。曬好嚟呢？曬好了，我等油鑊下時候，因為也係不手工嘅，嘿，我用天鑊也係不手工嘅，我等加個鑊嘅油辣燒以後，溫度油辣以後就做得。拿牙面，係牛嘅牙面哦，有搞牛牙面，好，本太可以哈。牛牙面，韓國唔做得吼，用水再個落去撿一下，好，冇等下佢會變開了，撿一下。韓國牙面向下，哦，雞骨哦。你睇天幕做得咁好啦，吼，你睇感謝你科技嘅發達，哈，冇像以前嘅內鍋都是阿魯米，阿魯米就做唔得。你睇做得安尼直接做，哦，唔錯，天幕嘅東方面好，牛牙面先下一本給煎，所以有一些像是成型的感覺。甜包嘅冇？唔是，要它先本給煎熟。哦，哎呦，有衝毛，很凶，我會靠你，想要誤導我，對不對？煎必熟，差唔多要煎到用白片。煎到有些些咧插插，金黃嘅感覺。哇！韓看嘅大係因為你見面托嘅豆腐較盤啦，哦，鐵層有啲咧有啲咧辣嘅嗬，辣，做得冇？一葱油做得咧。等下拿起來係冇？唔係，係冇拿起來哦。嗱我一面我留佢煎一下，再個幫佢煨一下。其實我頭擺煎豆腐嘅時間，我就會當上我有一個不粘鍋。不過其實像按用不鏽鋼嘅，我嘅係喺清口用咧。像按呢，一面有幫佢煎到叉叉當漿，漿嘅以後，你就做得開始落其他嘅料變到去了。變到去哦。比種講像按呢呀，鹹菜個，你做得落去變到去炒條。真嘅開始當沙皮咯，一輪呵。係啊，鹹菜個會變到去啊，係個。直接變到去哦。其他嘅鹹菜會變到去啊。係啊，你睇。各位朋友啊，有啲木卡式同佢講嘢唔講嘢式，係冇？你睇唔是切，因為唔是切哈。我切，再嗌一下。錯當然啦，有啲嘢冇一時帶嚟做冇變啊。好，唔過我變一些咧，配色，配色，變到順哈，韓國酸嘅嗌落去泡泡啊。哦，真的是媽媽的做法。這是媽媽的做法嗎？我是少女的做法。少女媽媽的做法。我係忙到媽媽啦。係忙到媽媽，係忙結婚啲嘅。好，以後呀，落去標標噶，生下來。啲用咩嘅？韓國就係呀，我嘅鹹菜乾。菜乾。可能喺十幾度嘅量啦，嗬。按你應該做得。好，按用嗰啲潛油嘅蔬菜，攞佢煸煸噶。又唔是講香港，咱個一隻鍋嘅營養品，直接啲天鍋嘅地都做得咧。好嘅，以後再個薑呀豆油，還個酒，幫佢煨一下。哇！豆油，裡面有炝鍋嘅作用誒，對，冇錯。很多生好來就係糖，用些糖，代替我們的味精。對，因為讓它濃一啲嘅色。係哦，糯米酥。好，
哎有啊，研究做的脑波哥也本地甜的。哎，不是加水哦。不是。哎有就好，应该做的是干烧的版本。哇，做的好。确定哈？确定。是干烧，不是烧房子的，是干烧。不是哎，3分钟就好。3分钟哦。3分钟就好哎。3分钟，很紧张，今日做嘛？我唱歌好哎。3分钟，等下唱一首歌哎就结束。好了。等你3分钟就到这了。来了。转落嘅路弯弯，想起当年你家嘅一家，熟识嘅手把阿姨，就变成3分嘅隔壁邻舍，个家讲天南地北无讲过嘅话，个家。俩只能看相片，一家问一家，个家老头摆嘅一家，讲法个家突然转去，过去嘅木下，个家讲天南地北无讲过嘅话，个家。俩只能看相片，一家问一家，个家老头摆嘅一家，讲法个家突然转去过去嘅木下。真紧动好糖，这么干哦。因为其实我糖果讲嘅上到水嘅运动也不卡果假了啦。我讲嘅就上到其實有數過去係啲嘅講離家嘅聲音咧，離開家鄉嘅人。嗰陣人就知道哦，係咩係離開家鄉？韓國有批到嘅鹹菜講嘅味道就想到啊，係沒有離開故鄉，否則就有一些想留下來。國家係最應該說最容易，或者是我們最熟悉的語言。對。不過我會想說，你有幾叫冇轉木開，你有幾叫冇轉去同阿公阿婆講話食飯呢？故說愛要及時，肚子要及時啊，嘅肚是要的啊，再咪講來啦。你講咁奇怪，叫啊要做肚是要。當然啦，好了，哇！糖都上，收得咧。哎呦，來看。好。蔥油係欣賞了哦。嘿，哇！哎。你真件吃到唔同厲害呢？呀，真件做得老幾多肉擦擦嘅，吼鹹菜乾當香哦。係件比當唔本嘅100分都做唔得咯。真件嗬，我嗌100分了。嘅自家做應該買去。嗌吃看呐，吃看呐，當地。吞heel難。來，好香哦。油辣鹹，油辣香，要蹦飯、凍炒飯都得蹦3份啊！還有人最下就會等，你剛講嘛？梁老師蹦乜㗎？蹦飯、凍炒飯。飯店那邊。我哋藝行嘅，留下有片同店，藝等下就去買咗嚟。搞本嘢。這個吩咐唔得啦，有陣時候整件吼，你寫啊，冇整件吩咐唔得，按好食嚟菜啦，哦。更加再唱一遍咯。國家講天南地北冇講過嘅話，哦，有講冇？這邊係。